香港半島酒店那間向來以私密着稱的宴會廳，水晶吊燈折射出的光斑本該是溫和而矜持的，但那個夜晚，連空氣裏浮動的香檳氣泡都仿佛扮緊了言。謝賢的送別宴，表面上是為這位縱橫影壇半個多世紀的老爺子移居海外養老而設的溫情 farewell， 實則圈納人都心知肚明，這是謝家一場蓄謀已久的關係清算局。四哥謝賢一生風流不羈，晚年最掛心的不是那幾座金像獎盃，而是兩個信子 Lucas 和 Quintus 的撫養權貴族，以及那個永遠在風口浪尖上的兒子謝霆鋒，能否在父親離開前真正給家族一個交代。於是謝場宴席的邀請函像一道道密照，迪波拉端坐主位，一身墨綠旗袍襯得他像尊冷面觀音。謝霆鋒難得卸下墨鏡，眉間那道豎紋卻比平日里更深了2分。王菲被安排在他身側，素色長裙，手腕上那串佛珠卻黏得飛快，而像柏芝的出現，則讓整個廳堂的溫度就降了5度。他牽着2個兒子，一襲紅裙如烈焰，笑容無界可擊，仿佛走進的不是前夫家族的修羅場，而是他一個人的加冕禮。開席不過半小時，表面上風平浪靜的寒暄就被一聲清脆的碎裂聲徹底撕破。王菲猛地站起身，手中那杯82年的羅曼尼康帝紅酒在空中挖出一道暗光式的弧線，酒亦不偏不倚潑在謝霆鋒新定製的那件阿瑪尼白色西裝前襟上，而濺開的酒珠甚至飛到了鄰座像柏芝的裙擺邊緣。全場那間死寂，只引見王菲壓抑着顫抖的聲線，近乎嘶啞地吐出一句：謝霆鋒，你那點愧疚，別拿我的修行來填。眾人愕然，連迪波拉手中的象牙塊都啪地一聲擱在了骨碟上。未人料到，向來以空靈超退示人的天后，佢在這樣的場合失控。而更令人猝不及防的是，坐在另一側的象柏芝並未如中人預想那般露出幸災樂禍的神情，他只是緩緩起身，用紙巾蘸了冰水，輕輕擦拭裙擺上的酒漬，而後抬起眼，那雙曾經盛滿星辰如今卻深邃如古井的眸子，平靜地掃過謝霆鋒煞白的臉，開口說出的每一個字都像冰錐鑿在漢白玉上。你藏了那麼多年的秘密，是時候讓四哥知道，你虧欠的到底是我，全是你那些沒來得及出生的孩子。這句話像一把鑰匙，猝不及防地令開了謝家塵封多年的密室之門。關於4次流產的真相，關於謝霆鋒背負的事業愧疚，那場被資本與流量掩埋的家庭悲劇，終於在鎂光燈照不到的角落裏，露出了他血淋淋的骨相。時間倒回14年前，2012年的香港，那是謝霆鋒如像柏芝婚姻裂痕初次被狗仔隊用長焦鏡頭捕捉的年份。彼時的謝霆鋒剛憑線人拿下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風光無兩，片約如雪片般飛來，從振木星的警匪片到徐克的武俠巨製，他的檔期被排到了3年之後。而像柏芝卻正經歷着演藝生涯最尷尬的斷層，他因艷照門餘波被主流電影圈判冷藏，即使復出之作《河東獅吼2》票房慘淡，媒體鋪天及地的嘲諷將他釘在票房毒藥的十字架上。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謝霆鋒將公宴的那個深夜，像柏芝獨自躺在養和醫院的婦產科病房裡，手中攢着那像顯示胚胎停止發育的 B 超閃，眼淚把枕套浸透了大半。那是他第一次流產，懷孕剛滿9週。他沒敢告訴正在內地趕拍《消失的子彈》的謝霆鋒，因為經紀人霍文希的電話裡反覆叮囑：鋒仔，這場戲是爆破重頭，千萬不能分心。你懂事點？懂事，成了張柏芝此後數年婚姻裡最沉重的枷鎖。第2次流產發生在2013年春節前夕，那時 Lucas 剛上幼兒園，Quintus 船在伊亞學語。像柏芝瞞着所有人獨自飛去加拿大溫哥華，想給謝霆鋒一個驚喜。他正在那裡拍攝《救火英雄》的外景。可溫哥華的冬雨濕冷刺骨，他在片場外的房車裡等了整整6個小時，等來的卻是謝霆鋒因為一場高難度火場戲吸入過量濃煙被緊急送醫的消息。他衝到醫院，看着病床上戴着氧氣面罩的丈夫，把已經現紅的出血症狀硬生生吞回了肚子裡。
直到3天後，謝霆鋒出院慶功，他才在酒店浴室裏暈倒，被保潔人運發現時，下身的血已經染紅了整條浴巾。那次流產後，醫生嚴肅地警告他：你的子宮壁已經薄得像一張紙，再有一次，可能終身不孕。謝霆鋒得知後，第一次在他面前崩潰，跪在病房地磚上，額頭抵着床緣，聲音嘶啞地說：柏芝，我是不是不該接那麼多戲？我是不是根本就沒資格當父親？可這句話說完不到2個月，英皇娛樂就為他接下了《澳門風雲》系列，因為向華強放話：你不拍這片子就黃了，你把謝賢的面子往哪擱？於是愧疚被折疊成一張薄薄的機票，謝霆鋒再次飛向片場，而像柏芝則被留在香港，獨自面對那些深夜裡的公宿和噩夢。第3次流產是最隱蔽也最殘忍的一次。2014年，像柏芝已經提出分居，兩人處在離婚拉鋸戰的邊緣。但謝霆鋒的《12道風味》第一季正在浙江衛視熱播，收視率破2，廣告冠名費過億，他作為全能男神的人設正值巔峰。像柏芝在一次私人聚會上被有人拍到小腹微隆，港媒立刻炸鍋，標題盡是像柏芝懷3胎求復合。實際那是她第3次懷孕，但她誰也沒月，因為彼時謝霆鋒正和王菲在巴黎被拍到同遊美術館，那像世紀牽手的照片覆及了所有娛樂版頭版。像柏芝看着手機推送，把驗孕棒扔進了馬桶水箱，然後獨自預約了聖保祿醫院的手術室。護士問她需不需要通知家族，她戴着口罩搖頭，只說了句：孩子的父親在給全世界做菜呢。那次手術後，她在月子中心躺了不到1周就復工。3家湖南衛視的全運加速中，從高處跳下時，她腰間綁着的護具勒得她幾乎窒息，但鏡頭前的她笑得比誰都燦爛。而謝霆鋒是在3個月後通過律師轉交的體檢報告複印件上，才知曉這次流產的存在。報告末尾有一行手寫的小字：第3次了，你的愧疚能換回一條命嗎？那行字後來被謝霆鋒收進保險舉，和他那枚金像獎獎杯放在一起，獎杯在左，報告在右，像一座天平的兩端，一端盛着榮光，一端盛着骨血。第4次也是最後一次，直接導致婚姻徹底碎裂的這次流產，發生在2015年離婚協議簽署前的第7天。像柏芝在律師樓簽完財產分割文件後，突然腹痛如絞，被送往瑪麗醫院急救。醫生診斷是子宮瘢痕妊娠破裂，大出血超過800毫升，搶救了4個小時才保住性命。但醫生明確告知，再也不可能自然受孕了。那晚謝霆鋒從北京飛回香港，直奔病房，像柏芝的麻醉船沒完全退去，半夢半醒間抓着他的手，指甲插進他掌心，留下的月牙形血痕過了半個月才消。他說的最後一句話不是恨，不是怨，而是謝霆鋒，你記着，這4個孩子替你當了4次事業上的劫，你往後每拿一個獎，每做一道菜，每聽到觀眾喊你一聲男神，那都是他們的哭聲換的。謝霆鋒在病房外的走廊裡坐了一整夜，第2天清晨，他給經紀人打了個電話，推掉了驚天破的全部宣傳通告。那部電影後來票房慘淡，媒體批評他狀態遊離，卻沒人知道他在鏡頭前的每一次失神，都是因為耳邊回響着像柏芝那句哭聲換獎杯。可最諷刺的是，即便經歷了這些，謝霆鋒依然沒有停下腳步，因為謝賢在那年接受《老與有約》採訪時，對着鏡頭公開說：我兒子是工作狂，謝像他老爸，男人嘛，事業第一。這句話像一道緊箍咒，牢牢箍住了謝霆鋒的所有選擇。他不敢停，因為父親一輩子在鎂光燈下活着，晚年唯一的驕傲就是這個兒子接過了他的衣缽，甚至超越了他的成就。他不能停，因為英皇娛樂的股價與他的人氣直接掛鈎。楊受成私下跟他吃過不止1次飯，話裡話外都是瘋仔，你歇一天，公司虧7位數，他更不願意停。因為只有站在片場或廚房裡，他才能暫時忘記那些別超單上的陰影，
忘記張柏芝蒼白着臉說我只供你全是巴士的眼神。於是他把愧疚包裝成拼命三郎的敬業人設，把痛苦研磨成風味，你一道道精緻的菜肴，仿佛只要鍋鏟翻飛，煙火升騰，那些未出世的孩子就只是噩夢裏的幻影。可他忘了，張柏芝衝嚟不是沉默的羔羊，他隱忍了那麼多年，等的就是謝賢這場送別宴。四哥要走了，謝家的遮羞布也該揭開了。宴會廳裏的僵局持續了足足2分鐘，王菲潑完酒後滾身發抖，被經紀人攙着坐回椅子上，那雙一向淡然的眼睛裏翻充着難以置信的懊悔。他懊悔的不是失態，而是他發現自己成了這場家族暗衝裏最可笑的局外人。他以為自己是謝霆鋒後半生的靈魂救贖，以為那些佛法與禪修能撫平他所有舊傷，卻不知張柏芝手裏攢着的是4道連佛祖都渡不了的亡靈。而謝賢這個一輩子見慣風浪的九旬老人，終於摘下那副標誌性的墨鏡，露出底下那雙渾濁卻銳利的眼睛。他盯着兒子謝霆鋒，聲音像沙子磨過鐵皮：你瞞了我集麼？4個集麼？你給我說清楚。謝霆鋒的喉裂上下滾動，白色西裝上的紅酒漬暈染開嚟，像一朵朵暗公式的血梅。他試圖去握王菲的手，被他甩開。他又望向張柏芝，卻發現張柏芝正把2個兒子輕輕推向迪波拉，那動作裏帶着一種決絕的移交感，仿佛這個夜晚之後，他再也不配讓謝家任何人觸碰他的孩子。張柏芝就在這令人窒息的寂靜裏，從手袋裏取出一個牛皮紙信封，封口處貼着醫院的藍色標籤。他沒有把信封遞給謝霆鋒，而是徑直走到謝賢面前，將裏面4張泛黃的病歷複印件一張張鋪在鋪着天鵝絨的餐桌上。第一張日期是2012年5月9日，養和醫院，診斷寫着難免流產，手寫備註患者情緒波動較大，而因丈夫長期缺席產檢。第二張2013年2月18日，溫哥華聖保羅醫院，英文診斷書旁有張柏芝親筆翻譯的中文，因吸入粉塵刺激引發宮縮，胎人磨心跳。第三張2014年8月22日，聖保祿醫院，那行被塗改亦及住又掛開的字跡依稀可辨，自願要求終止妊娠。而最後一張2015年4月3日，瑪麗醫院，最觸目驚心的不是醫療術語，而是張柏芝用紅筆在空白處寫的一行大字：第4次了，謝霆鋒，你拿怎麼選？謝賢的指尖依次掠過那些紙張，每看一張，嘴角就抽搐一下。最後他抬起頭時，那張永遠帶着玩世不恭笑容的臉上，老淚總橫地滴落在第4張病歷上，暈開了紅筆的字跡。這時張柏芝開口了，聲音不高，卻像法庭上的結案證詞，一個字一個字扎在所有人的耳膜上。4哥，你總說你兒子孝順，聽你的話，把事業做得比你船大，但你知不知道他孝順的代價是什麼？是我肚子裏的孩子，是他親口答應我卻從來沒陪我去過一次產檢的骨肉。第一次他在拍消失的子彈，我跟他說我流血了，他回我叫司機送你去醫院，我這邊爆破早等着。第二次我在溫哥華暈倒，他助理接的電話說峰哥剛吸完氧，便拿這事煩他。第三次他正和王菲跨美術館，我發短信給他，他隔了48小時才回了一個問號。4哥，你見過哪個父親對流產只回一個問號的？第4次我們在離婚協議上簽字，他居然說柏芝，這樣也好，你不用再受苦了。好，他憑什麼覺得替我決定不用受苦就是仁慈？他問過我嗎？問過那些孩子想不想來這個世界嗎？謝霆鋒終於按捺不住，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大理石地板上挖出刺耳的尖刺，他的臉上血色盡褪，眼眶泛紅，嘴唇囉嗦着：柏芝，你答應過我不在公開場合提這些，你答應過的。他的聲音裏帶着一種近乎崩潰的求饒，像一頭被困在陷阱裏太久的野獸突然發現獵人要當眾解剖他的腹部。王菲別過臉去，手指緊緊攢住佛珠，指甲幾乎陷進檀木珠子裏，
她閉上眼，睫毛上掛着一點不易察覺的淚光，那淚不是為了謝霆鋒，而是為了她自己。她突然明白，自己這些年試圖用放下來消解的，從來不是謝霆鋒的過往，而是張柏芝用4次生命鑄就的，根本不可能被任何佛經超度的執念。狄波拉則死留住2個孫子 ，Lucas 已經8歲，懵懂地睜大眼睛問奶奶：媽媽在說雜麼？雜麼弟弟妹妹？而 Quintus 躲在奶奶懷裡，小聲抽泣着。他聽不懂那些複雜的字眼，但能感受到空氣裡彌漫的，比所有香港恐怖片都更令人膽寒的悲傷。謝賢戰巍巍地站起來，他推開助手攙扶的手，走到張柏芝面前。這個曾經在《千王之王》裡演盡江湖情義的老揮骨，此刻連一句完整的台詞都念不出來。他只是伸出手，像撫摸一件易碎的瓷器那樣，輕輕碰張柏芝的肩膀，然後轉身，毫無預兆地朝着謝霆鋒的臉狠狠甩了一巴掌。那巴掌清脆響亮，在寂靜的宴會廳裡回燙了3秒之久。王菲的佛珠終於斷了線，檀木珠子裡啪啦滾了一地，像散落一地的念珠，又像誰也沒能掃清的那些未成形的日子。謝霆鋒的左臉迅速腫起，嘴角滲出一絲血，但他沒有躲，甚至沒有抬手去捂，他只是低下頭，看着自己那雙做過無數道菜、握過無數座獎杯的手，那雙手此刻在微微顫抖，仿佛第一次意識到，他們能端起炒鍋，能扣動扳機，能彈奏吉他，卻從來沒有穩穩地托住過張柏芝哪怕一次後腰。張柏芝在這一巴掌後，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苦澀得讓在場所有媒體人都不忍心舉起相機。他緩緩收回桌上的病歷複印件，一張一張疊好，放回信封，然後牽過狄波拉懷裡的2個兒子，對謝賢鞠了一躬，說：4哥，我帶孩子們先走了。這些東西不是拿來威脅誰的，只是我想讓你在走之前看清楚，你引以為傲的謝家江山底下埋着多少屍骨。你放心，我不會阻止孩子厭你，也不會教他們恨爸爸，但我得讓他們知道，媽媽曾經為了保護他們的爸爸能安心拍戲，付出了雜麼。等他們長大了，如果問起為雜麼沒有別的弟弟妹妹，我就給他們看這些紙，不是讓他們報仇，是讓他們明白，有些愧疚不是靠事業成功就能抵消的。說完，他拉着2個孩子轉身走向宴會廳大門，公式裙擺在身後拖出一道決絕的弧線。2個小男孩回頭看時，張柏芝用手輕輕按住他們的後腦勺，把他們的視線轉回前方。門關上的一那，謝霆鋒終於徹底崩潰，他蹲在地上，撿起那些滾落的檀木佛珠，一顆一顆攢進手心，珠子落得掌心生痛，他卻像在自虐般越攢越緊。王菲站在他身後3步遠的地方，最終未有上前，只是輕聲說了一句：霆鋒，你的佛，我替你收不了了。然後他也提起裙擺，從側門離開，高跟鞋的聲音殘行尖遠，最後被宴會廳外的海風吹散。謝賢被助手扶着重新坐下，他盯着那桌根本沒動幾口的珍饈佳肴，突然拿起一瓶未開封的茅台，對着瓶口灌了半瓶，酒液順着鬍鬚滴下來，混着淚，把他那件定製的唐裝前襟弄得一片狼藉。他對着空氣喃喃自語：我謝賢拍了一鼻子氣，最後才發現，我導的最爛的一場戲，就是我自己兒子的家事。那個夜晚之後，謝霆鋒未有像往常一樣立刻飛回片場或廚房。他在半島酒店的海景套房裡關了3天，窗簾拉得密不透風，助理送去的餐食原封不動地擱在玄關。第4天清晨，有人看見他獨自出現在中環的聖約翰座堂，沒有帶墨鏡，沒有帶保鏢，就那麼坐在最後一排長椅上，對着彩繪玻璃窗罰了整整1個上午的呆。而後他在社交媒體上破天荒地發了一張全黑的圖片，配文只有4個字：欠債、船債。沒有艾特任何人，沒有解釋任何事，但所有知情人都明白，那4個字指向的是10幾年來被敬業和成功包裹得嚴嚴實實的，關於一個丈夫和父親的巨額虧空。
張柏芝則在送別宴後的第二天飛去了新加坡，港媒拍到他帶着兩個兒子在聖淘沙沙灘上玩水。他穿着保守的連體泳衣，小腹上那道剖腹產和數次手術留下的疤痕在陽光下若隱若現，但他笑得格外輕鬆，像是卸下了一副背了10年的鎧甲。他沒再對媒體回應過那晚的任何細節，只在一次直播帶貨時被粉絲問到姐姐現在幸福嗎？他低頭擺弄着手中的唇膏，沉默了幾秒，然後抬頭笑着說：幸福啊，因為我現在只欠我自己了。這句話迅速衝上熱搜榜首，點讚破百萬，底下最高讚的評論寫着：他用4次流產換來了謝霆鋒一生的愧疚，但那愧疚太輕了，輕得連他一條裙擺都壓不住。而謝賢最終推至了移居記娃，他退掉溫哥華的豪宅訂單，搬回了淺水灣的老宅，日日戴着墨鏡坐在陽台上看海，偶爾被拍到帶着兩個孫子吃早茶，但再也不提事業兩個字。有記者問他：四哥，怎麼評價霆鋒現在的狀態？他摘下墨鏡擦了半天，最終只說了句：我兒子是個好廚師，好演運，但做父親，他船在學，不過可能永遠都畢不了業了。說完，他又戴上墨鏡，對着鏡頭做了個他年輕時標誌性的鬼臉，但那張臉上的皺紋裡，藏着再多遮瑕膏也夾不住的黯然。這場送別宴最終沒成為謝賢的歡送會，反而成了謝家3代人關係裂痕的公開驗屍報告。張柏芝那4張病歷像4塊墓碑，立在所有人心頭，上面刻的不是名字，而是日期。每一個日期背後，都是謝霆鋒在片場喊卡的瞬間，都是王菲在畫展上回眸的那，都是謝賢在電視訪談裡誇誇其談的黃金時代。人們終於開始重新審視事業愧疚這4個字的重量。它不是一個成功男人偶爾午夜夢回的矯情，而是當你在聚光燈下接受抹千喝彩時，身後有人正獨自面對手術室的魔影燈，而你甚至連電話都不曾撥通過。謝霆鋒在3個月後的一次小型朋友聚會上，喝醉後抱着吉他唱了首舊歌《非走不可》，唱到原諒我，不記得怎麼愛你時，突然砸了吉他。琴弦斷裂的聲響裡，他蹲在 KTV 包廂的地毯上，把臉埋進膝盒，肩膀抖得像風中殘葉。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上前安慰，因為大家都知道，有些愧疚，像他掌心裡那些被佛珠烙出的舊傷，不愧流血，但永遠消不了疤。直到今天，張柏芝依然單身，帶着3個孩子，3胎生父始終成謎，但港媒猜測與謝家無關。住在上海，偶爾上綜藝節目提起過往2字就立刻岔開話題。謝霆鋒和王菲的婚合傳聞再次甚囂塵上，但天后始終未再公開回應過任何感情問題，只在一次音樂節上唱到人間那句風雨過後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時，突然哽咽，低頭調整了半分鐘已返。而謝賢這位90多歲的老揮骨，最近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裡，是被人拍到在銅鑼灣的一家童裝店，彎着腰仔仔細細地給2個孫子挑羽絨服，列賬時掏出一疊舊鈔，掃了又掃，對店員笑着說了句：孩子長得快，買大1號的，能多穿1季。那笑容裡，終於沒了往日的不羈，只剩下一個老人最樸素的，關於長大和錯過的，永遠慢半拍的心痛。那場盛宴上的紅酒字早已被酒店清潔工擦得乾乾淨淨。病歷複印件也被張柏芝鎖進了他最秘密的抽屜深處，但那些被潑灑在眾人眼前的真相，卻像滲進公墓桌面的酒痕，怎麼也擦不掉了。或苦謝霆鋒餘生船佢做出更多令人驚嘆的電影，船佢研發更多讓人垂涎的菜品，但每次他站上領獎台或拿起鍋鏟時，耳邊大概都會回蕩起張柏芝那句平靜到可怕的話，不是哭聲，不是控訴，而是那句你拿怎麼船？因為答案永遠懸在那裡，像半島酒店外維多利亞港的夜霧，看不見，摸不着，卻讓每一個試圖逃離的人都找不到可以靠岸的碼頭。那些未出世的孩子，終究成了謝家永恆缺席的座上賓，而活着的每一個人都在這場未有贏家的修羅場裡，學會了用沉默去丈量愧疚的心煎。有些人深不見底，有些人連煎灘都不曾真正踏足過。